来，俗语讲了好。咱是一个上神秘的单位，专门研究一寡会当互咱国家进步发展有帮助的物件。这个是咱存在的意义。所以，我今仔特别来看恁最近的研究的结果啊。所以，我借问一下吼，这位阿嬷，你是来甲恁孙面会啊？歹势啦吼，面会吼，咱这边柜台遮有一个大帽仔，迄个戴帽仔，迄个吼，迄个是阮的管理员啊，你明登记一下吼，莫来阮这边啦吼。你是咧靠腰呢？使你一壳咧，你不靠叫我阿嬷，无你是目睭考虑哦？啊，目睭青眉嘛有两个窟啦啦。娘我贵咧，无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啊？我去西门町安尼行一日哦，规阵拢甲我分科死啊咧，无你即摆叫我阿嬷，我才25岁尔咧，你哪有中奖我咧讲？要我受气，我咧特别表迄好，这位阿嬷，你较冷静的吼，等。啊，咱迄个平朴素地对我来无看到。报告组长，是，我今仔日看到平朴树摕一本神秘的笔记本，好，伫遐行来行去，好，甲咱去研究足厉害的发明的。好。平朴树，你最近是在研究什么物件啊？全出厉害的。绝对不是研究，是研究。研究是，你台语做歹。我跟恁讲，我最近咧研究咱人体，哦，是我朋友，我知伊叫 Andy 嘛嘿， Andy 我知。来这上班偌久啊，伊拢无食饭啊，对啊，三家呢？3记落叫你食，你也唔食。人体有真侪奥妙的所在，有真侪神秘的所在，有真侪奇怪的所在。首先头一项，好，最要紧，我跟你讲，咱人的下颌嘿，永远拄袂着你的手后翘。我一直找找袂着这个破解方法。好，你最看下颌伫遮，唔相信？姑娘啊，冇你试看，你下颌我拄你手后翘，袂个着，你讲记者有差？真正袂使。来，无法度，咱的研究是咧做伙研究的。来，这位同事来，有办法来，你先夹起。安尼个可以啊。咱咧孝顺。我袂来，歹势。来，你请等。手后翘拄袂着下颌，你讲吧。好，安尼有恐怖无？哇，来，碰我声吹者，哇，一个真好的研究。哦，这个姿势看起来这个心境问题。喂，唔是安尼啊，还有一层嘛真恐怖。咱人的脑部的这个结构无啥共款，哦，倒脑甲正脑，倒边控制正边，正边控制倒边，真侪人无法度倒边正边同齐来控制。哦，高成人做袂到。高声。你遐济，好来，你先来试看嘛。试看觅，倒手前后，倒手真后，一支正手，你正手顶的，对，我放换手就换手，好，较紧的，换手，无法度做袂到，换手，对，开始。你滚头母来转弯，在转换手。你看这条，咱这个研究所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换手。无标准，啊，少年你看我大，换你，开始换手。你看，要真满钱啊！相信你的资历上深，应该你做会到。还未开始啊，还未开始。开始。愈较大个，换手。换手。换手。
虽然讲伊的距离有较短，因为手短嘛，但是反应算袂歹。哦，加款厉害咱这个偏博士啊，真正是博士博啊，非常的有实验研究的精神啊！大家来个拍破啊！啊，即马组长要看恁最近有啥物新的发明呢？报告组长，是，我最近嘛有一个发明，哦啊不，新的发现啦，我发现小等，是安怎真？恐怖代志，你敢惊出来？系啦，咱去行出来啦。你看，我记出来，是哩，就是讲呢，嘛是甲大脑的反应有关系。哦，啥咧讲呢？咱两个人吼来画棍，好，加刀石头纸。搞多久搞多？不过你你讲啥？你画出来，甲你出出来的棍，爱无共款。比如讲，我讲石头，哦，安尼系对，啊，看啥？真新的发明，你新发明。卖催我。好，啊，我一个左臂。好来，哦，哇，加多石头，石头。啊，我输啊！哎，我拢毋是出石头。你看就，哦，拢毋是出石头。对对。哦哎，毋过伊赢。安尼，嘿我感觉恁两个套好。哎，啊，无过来一个，过一个过来一个，哎速度爱较紧的啦，哎，加多石头抓就你看抓，一声都唔对。所以根据这个现象，你的头脑有问题，你看起来脑壳咧。哦，安尼来练习。迄个上社会甲上少会好无？好来，加多石头加刀，哎呦，佢这速度加紧，预备开始。加多石头抓，抓，你抓好第二摆就唔对，所以迄根本就无遐尔简单，最难的，对不对最难。好，来，大家互相安尼小练习者。练一个，大家练一个，大家练一个，我来做一下记录的，来恁练一个。即咱最脑部分人啊，这位内底粉红啊色，你敢会使来者？请教者吼。来来来，继续。拄则伫外口听讲啊，你是阮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员就对啦。嘿啊，讲你才25岁尔，是啊，真正假？真的啦，我跟你讲啦， 25岁呢，你食了什么药啊？我跟你讲啦，我安尼心情吼足欢喜的，啊我吼暗恋你足久啊，我一直想要看你，我拄则毋则甲迄个秀伟啊讲收尾啊，都无咧，都拢咧困啊，啊，也毋捌咧顾啊，系啊，无啦，我甲讲我25岁，我要来遮甲你学啦爱，相信哦。是啊，哦，系啊，伊目睭吐泪啊，所以你是骗人，啊，要来找你的啦，哎呦，是安尼你哦，即摆是安怎啦？较差不多咧，你这真正是啥的啦？赵康补肾仪，安尼。你唔知意思你啊？来讲我善意，还有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大家小练习者，来练习一下，来练习。啊，迄个青粉啊，较熟，你唔知使来者。哎，来，安娜，我拄则伫外口讲你是阮这个是研究员嘛吼，是啊讲你25岁尔。是啊，我甲讲的啊。吼，啊，毋是真正假？我跟你讲啦，煞毋知影吼，我安尼足想要看你的，哦，我暗恋你偌久啊了。啊，我拄则入来吼，我毋知甲迄个秀伟啊讲我25岁尔啦，爱我相信，当然嘛相信。哎呦，伊拄困到目睭吼，爱灰灰安尼啦。哎呦，啊，我讲加甲足摇摇的，煞毋知。是安尼哦，你这真正是吼，赵康补参加吧？啊，啊，听无啊吼？参加吧。拍破啊，鼓励者。外口，请。赞成第一句，赵康补肾仪，举手。两个，哎，等下，伊举手啊。也相对白。好，请。我看免问查甫，你解说了。好嘞，无我是
你我甲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两句，嗯你有注意到什么共款的所在无？包赵康，赵康包不，是，拢是食的，哎，所以我甲你讲，假的拄，到食的，不要问他我啊都。唔知意思，什么叫你脾气？都唔知啊，我都唔知意思。所以你较介意善意，所以你就无，因为班长因当差神，哎，我爸咧差生意啊吼，唔知意思。唔知。恁两个一定是要赵康补长甲吧？诶，我唔知这个意思。哎，蛮容易的。其实这两句真的做朋友的，哎呀，小平啊，你知唔知。拢唔知吼？到底该答是？这个你发明的吧？这是赵康补善意吼哎，这算传统的俗语啦。哦，不过咱即马咱现代拢知影善意应该拢是用差炒的，啊，这边叫补，补是用两种方式啦，是用讲补番薯，迄是讲甲迄烧头甲砍迄嘛叫补番薯，啊，若要补溜鱼咧，溜鱼啊放喺火炭的顶头，哦，所以补番薯、补溜鱼拢是补，啊，若灶空就用起豆吼，灶要开始准备来炒，啊，早期可能咱麻较贵。哦，所以赵康补善意就讲哦，我去补麻啦。啊，其实看起来外形做相共，过善意甲麻是无共款的。所以赵康补善意就是啊烧麻，哦要烧迄只麻，其实是善意啦。嘿，烧麻就讲互相欺小骗啊，麻欺骗，麻正麻不识识食不能麻。我知影你要讲你是家人的路嘛。在下真是要落嘛。啊，另外是赵康补参甲啊吼，咱头讲赵康补善意是烧麻，啊参甲啊就是四卡啊水鸡啊，吼，啊若按照这种结果来看，应该是赵康补参甲啊就是啊烧甲。烧甲哦，两个甲做伙啊，甲烧甲做伙，所以若照这看起来应该是这个2、5岁吼，搞我骗啊，互你入去要看你安尼啊，所以应该是赵康补善意烧麻。那这个对啱啊，就是阮对的，虽然唔知意思，安尼又嘛又嘛对对。好，阮对唔对啦？当时了解这两句，咱喊你听到的两句俗语。感谢拍波，谢谢。